中华民国台湾的一贯道进到南美洲巴拉圭，开荒已经多少年了？三十几年了哦，民国70几年去开荒了，现在111年了，30几年了。蒋清安点川师做到理事长，巴拉圭有成立一贯道总会，做到理事长，然后也有成立功夫道，教授传授中华文化，还有中国功夫了，中国武术了，中国医药啊，还有画画的还有墨宝书画，优秀。功夫道学院总院长，蒋清安理事长。你看，书画啦，还有武术啦，文武双全。中国医药还有知道医药，真的要多种能力呢。还有教三军大学，三军大学，还有好像教那个医学院的，国王医学院还是什么医学院的学生呢，教武术的，教中文的。